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30，旧历的6月初10，礼拜4。他安尼咧，就一直讲啉酒唔通来开车，他拢讲袂听咧。今仔日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食酒赛车，搁再共弄着人，甲一个护理师弄成重伤。这是发生伫南投的国上，一个护理师伫这个公车亭咧等车。一个啉酒开车驶夭寿啊紧，弄入去公车亭，甲这个护理师弄到第2个车卡。等警消人员赶到位，这护理师已经剩半条命路，即摆还搁咧抢救。伊的阿嬷是心痛流目屎。啊，上解苦的是，这规身躯拢是臭酒味的这个驾驶，根本都唔知影家己弄着人，而且伊啉酒开车已经唔是第1届咯。依照监视器画面，这台黑色轿车向阳弄入路边的公车亭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台黑色轿车伫驶时就一直偏。画面无看到的是，当时伫公车亭有一个伫等车的小姐，当场被黑色轿车弄倒在第2车卡。听到嘣一声很大声，然后我就从房间赶快冲下1楼看。第2趟我才听到那个女生在叫，在惨叫，然后我才看到那里还有一个人。被弄到这个现场的小姐是一个住伫南投县国姓乡的女护理师，当时正准备要坐公车去埔里，想不到拄到这个劫难，伊阿嬷听到查某孙仔受到重伤，搁倒伫咧加护病房，真唔甘。我迄查某孙仔确实也足乖咧，我足艰苦的。乌一个是这个刚弄到的姓石的驾驶，当时规身躯臭酒味，唔知已经弄着人啊！酒测值是0.985，是一个啉酒赛车的累犯。当然是很气愤啦，也很想揍这个人，因为你喝了酒还上路开车，真的是很不可取的行为。被弄成重伤，这个女护理师规身躯骨头真侪所在断去，器官嘛有重伤，伤势真严重，搁伫加护病房伫抢救。好在地人更较气愤的是。啉酒赛车的累犯，佫会使赛车上路，伊嘛讲有佫较严的手段，阻止悲剧继续发生。